今天晚上2个演出团队呢，在这边正式的宣布，我们今年2020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圆满顺利成功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比赞好吗？赞！今日真感谢咱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伫这边代表着咱的市政府甲文化局，祝福大家。再次的谢谢文化局辛苦的工作同仁，也要谢谢我们辛苦的志工伙伴，当然要谢谢我们管力音响工程给我们这么好的灯光，更要谢谢我们今天的演出团队，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再见了。感恩，谢谢。